不過鄧律師啊，我又諗起個有趣問題啦，咁啊都係源於咧大台嘅電視劇嘅，因為好多時分身家嘅時候啦，就唔單止係個不孝仔走出嚟爭喎，仲有二奶啦同私生子，私生子個出世紙上面都冇自己個名啦，咁喺咁嘅情況下面係咪又有得爭嘅咧？的確其實係可以拎嘅，個原因咧其實好簡單啫，都係因為受養人嗰個幅度啦，或者嗰個涵蓋嘅範圍，其實主要咧都係講緊話，只要有拎錢咧，任何人士都 OK 嘅，即係唔好理係私生子又好，妾侍又好，妾侍應該冇啦，即係可能1970幾年嗰陣時已經廢除咗，唔見晒咁樣成啦。咁可能就係講緊話一啲即係二奶、三奶、四奶咁樣成，只要佢哋咧係證明到佢哋有收開錢嘅，咁佢哋有一個合理期望就係話呢個死者啦。如果佢未死嘅話咧，會繼續供養佢哋，供養到2046咁樣成噶嘛。咁所以變咗有機會就係呢一紮人全部跳翻出嚟去拎咧，其實都拎到錢嘅。咁當然啦，中間就要證明翻個供養鏈喺度啦，即係可能要 check 翻晒所有數翻嚟啊，睇一睇話，喂，每個月派幾錢俾佢使啊，會唔會有一個合理期望幾多錢啊？到時候等個官判翻個錢有幾多咁樣成。